很胖子，蛮好一点。小时候，我的阿五跟我讲，我是昌都人哈。我的阿五跟我讲，他说，就是你到北京去了，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那么有一天你一定要帮助自己家乡。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荣幸的告诉在天上的阿五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。我现在每年都会跑好几次西藏，都会回到家乡来。我看到我自己的家乡方方面面的变化，方方面面的改观。我看到医疗公共卫生事业蓬勃的发展，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多了很多的笑容，我看到老乡们的病患一天天的在被拯救，我为你们感到自豪。这是我的家乡，我应该对你说你。对，我们也是过来捐物资，我们从那边往前面捐物资去了，我们也是过来了，你们也辛苦，真的，你不了，你这么高，强调高丽。